Cindy 啊，嗰隻 Kimochi 同埋屌穿腸佢都係幫助嗰個中途丸嘅情況。咁究竟咩情況先至知道啊？我要揀邊一隻呢？其實咧 Kimochi 咧同埋屌穿腸咧兩隻冇錯，都係可以活化陰莖神經啦，令到即係改善中途丸。特別就係即係你譬如做下都可以軟啦，因為咧你嘅陰莖咧已經係摩擦得太多啦，已經係開始啲神經麻木啦。咁所以咧中途丸啦，做下軟啦，甚至係起機嘅時候好容易，但係臨入一唔掂佢即刻軟嗰種情況咧，就必須要用屌穿腸或者 Kimochi 啦。咁點先至揀到適合自己邊一款呢？就係咧如果你係初起嘅，即係可能10次裏邊可能得3次係有呢個情況嘅，咁咧 Kimochi 已經 OK 嘅啦。咁但係唔係喎，我10次裏邊有3次以上，即係可能有10次8次咁樣都會有中途軟嘅情況，咁就好嚴重，咁就需要用到屌穿腸啦。係啦，咁同埋咧，如果譬如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幾多次，咁但係咧，譬如如果你個持續情況咧已經超過3年以上，我都係比較建議用屌穿腸㗎。